大導演袁和平最新作品《特警屠龍》。嚟咯！我藏毒、販毒、走私、殺人放火犯法，寫啦！循例手續啊嘛，呈堂證供啊嘛，告我啦！你收聲啊！特警屠龍，一部開創動作經典潮流嘅電影。大師級導演袁和平再創高峰嘅全動感傑作《特警屠龍》。局中有局，案中有案。殺人者，人亦殺之。誰是兇手？誰是禍首？今日生死與共，明日勾心鬥角。阿龍嘅死絕唔簡單，呢柄錄影帶牽連好大。為咗警隊，我哋不惜任何嘅代價都要捉到兇手。一個勇悍探員之死，引發一連串撲朔迷離嘅案中案。咪埋嚟啊！等啲槍，冚低啊！400步。特警屠龍，一部充滿溫情、奇情、激情嘅全動感電影。特警屠龍。